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正月16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日本有一个捌去到武汉市行打的中国人，当嘛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这是日本头一桩案例。送食室的网络系统 Foodpanda 顶日公布要调整薪水，引起送餐人员真不满，已经讲要今仔日做伙罢工。 5G 频道的权利今日结标，总标金抢起来到1380亿，上届热门的3.5 GHz 这项中华电信第一接名。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去年年尾，中国湖北武汉市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但日本嘛有一个捌去到武汉市行打的中国人已经治病，这也是日本头一桩案例。 因为目前中国已经开始有真侪百姓要倒转去到故乡过年，交通出入往来行煞密密实。日本政府也已经组织情报的联络单位，收集各项资讯，加强警戒了。咱嘛，今日关心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争，到今头尾1年半，今日有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务院的劳福副总理已经签落头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啊，中国因讲未来2冬会甲美国采买2000亿美金的产品进口过去。啊，那美国针对中国的商品，伫咧海关要加扣遐处罚性的关税，这就要等到第2阶段谈判结束才会撤销。 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劳福行上讲台，美中备战18个月了后，北京伫美国时间15举办仪式，正式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场仪式甲过去无同，有75分钟，佮邀请200人出席。 Today we take a momentous step, one that has never been taken before with China, toward a future of fair and reciprocal trade as we signed Phase 1 of the historic trade deal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川普强调，这是历史性一天，美中斗阵修正过去错误，替美国劳工农民带来更加好的未来。伊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偌久就会访问北京。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who is watching as we speak, and I'll be going over to China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to reciprocate. 劳福这宣读习近平的批，表示虽然中美的卡步无共款，暗过伫和平甲互相尊重基础之下，斗阵达成协议。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这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 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我愿与你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答应未来2年向美国买2000亿美金的商品。那中国企业卖伫未来2年，一年买400亿美金的农产品。美国会强迫中国，遂做出重大的经济改变，亲像要求中国减少对企业的不公平补贴。不过美国对3600亿美金的中国商品扣的处罚性关税，嘛暂时保留，会等到第2阶段谈判完成才撤销。记者综合报道。 咱赶紧过来关心网络已经进展到5G 的时代，过来用5G 的新技术看影片、传资料，拢会加真紧。啊，主管机关开放予电信业者正人来标权利的5G 的频道，到早起已经断落。上届热门3.5 GHz 这项，中华电信花甲456亿，摕到90 MHz 的权利，第一接名。过来是远传、台湾大和台湾之星这几间，爱他电信伫咧这项是退出无争取。 5G 标权利的作业时间按去年12月初10开始，一天划价10回合，今日进展来到第261回合。啊，主管机关 NCC 本地暗算的标金是440亿，不过上届价值的3.5 GHz 这项，这摆敢若开放270 MHz， 啊，因为安尼生造成5间电信业者全无销量，价数一直划悬去。 NCC 嘛烦恼讲，别日手机电信的费用会一直冲起哩，所以再三呼吁业者都要理性冷静。到今仔日，总也来顺时动点，结束竞标。5G 的权利标完了后，打算今年的年中就会开始运转咯。观众朋友，咱过来讲送食室的网络系统 Foodpanda， 顶日公布要调整薪水，引起送餐人员拢真不满。因讲本地送一件通赚70块，即马敢若剩60，尤其台中彰化迄地头，阁剩57尔。尤其这款条件，毋若走车的本钱都爱带，因阁爱另外申请4-5万块互公司，啊新人阁一直引入来，互因是愈趁愈无业，只好化声串联各地头，伫咧今仔日做伙罢工。
60外的外送员上午来到台中市府头前表达诉求，因拢是扶偏大熊猫外送员，因为不满总公司调整薪水方案，未少人为今日开始抗议无要接订单。熊猫外送员台中代表表示，台中有400-500人加入抗议，因为公司将原本一单70块调整了只有剩60块，尤其中江等地区一件只有剩57块，互收入是大受影响。他这个修正就算，连我们基本赖以为生的基本薪资都要砍到这么低，等于说我们一天好扣掉油钱，根本也没剩多少钱。一般来说，我们一天跑下来，最起码也有30几单嘛。但现在因为他请的人数过多了，变成说我们每个人你实际上单量负荷不了人数。外送员代表表示，外送费单价被往下调整，减薪就要到2成，事情并无任何沟通。以前每天早15点钟，平均会使接30单，每天就有2100块收入。新制实施了后，现在一天可能只有剩1500块，加上无限制的增加外送员，会使接单量是更较少。加上钱包制度，家己就要先踏4万到5万不等，生计是大受影响。而台中市劳工局嘛，接下定情书。各位同仁哈，如果有什么劳资争议有受到损害哈，可以向劳工局来做申诉或者做调解的动作哈。台中市劳工局表示，就来协助劳方来协调，呼吁资方不应该单方面来更改劳动条件，而包括桃园、台北市、林口、板桥以及台中等地，都有串联罢工的行动。而台北市劳动局下晡嘛就来召开劳资协调会议，进行劳资双方的协商。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新北捷运行拍箍的宽纵线，交通部正月初5已经完成现场勘查的手续，嘛有提出21站要求改善的事项，其中有6项是捷运开始通车进前都要改善较好势。早起新北市侯友宜市长讲，那这几站拢已经办好啊，过来就要和台北市的郭文铁市长商议，看当时要举办通车典礼，上届紧新历19就通开放大家试坐了。车厢内底上黄色甲白色配合的较明显的路线，一般为佮用深色甲浅色两种黄色做设计。深蓝色破坏座分别设置伫门边各一个，后座旅客一上车就当直接坐落去。新北宽纵线初5由交通部完成理勘，并提出21项爱改善事项，其中有6项伫营运前爱改善的拢已完成。早起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了表示，改善工本影响交通部。但郭文铁市长登来台湾了后，讨论通车日期。在农历春节过的第一天，或是农历春节的结束假期的前一天，这些小缺点，我能够在哪一个时间点把它改善完毕。2009年开始动工新北宽纵线甲本五线同款，拢是无人驾驶中运量捷运系统，全线拢是伫新北市。14车站有8个，会当选择其他捷运路线。其中新北产业园区、大北南、金安甲头前庄，阁是伫音乐走廊。那新北产业园区规划一般登记，行李托运服务卖地通车了后，到店开通。在开放以后，我们会同时的把一般登机、行李托运这一项的服务把它做到位。当然，目前可能先采取人工。渐渐的，我们把它改进，用很快速的自动化来做一个转运服务。侯友强调，伊个16新北市府将提到交通部协助的宽纵线通车案的公本，提到公本了后的3天，上近19将开放，逐天早起10点到下晡4点，后面将免费试坐1个月。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讲蔡英文总统早起以3军统帅身份，先去到新竹空军基地参加新起的营区宿舍启用的典礼。伊致辞的时嘛特别讲，虽然新一名参谋总长今日已经无法度亲身来到地，不过伊的精神永远会陪伴咱大家。刷落去，蔡总统去走杨梅，去陆军机部269旅高山顶营区视察。伊嘛甲国军鼓励，佮讲守护国家的安全是无分暝甲日，嘛无分休困日。锣声响起，也有人塞团。新竹空军基地新起好的营舍启用典礼正式开始。正做3军统帅总统蔡英文主持典礼，视察第48换分队，也有空勤的生活区。这项工程也是新一名参谋总长过去伫咧做空军司令的时阵，积极推动的计划之一。今天的启用典礼虽然沈总长没有办法出席，
但是希望各位新竹基地的弟兄姐妹知道，这是沈总统为大家争取的建设，大家要记得他的努力，也要传承他的精神。结束视察了后，总统蔡英文佮去桃园陆军机部269旅高山顶的野区视察国军政备部队、反空机港部队。肯定国军保卫国家的能力，总统蔡英文也发春节的加菜金表示感谢。那么从我上任以来，不仅极力推动国防自主，加强国军整体的战力，也帮国军汰换新式的各装。那么提升单兵作战的力量，要让国人同胞对国军的战力强有信心。我相信，也诚恳的希望各位一定要以身上的军服为荣。我向各位保证，下一个4年，我会带着大家做更多值得社会肯定的事情。总统表示，照顾国军的兄弟姊妹，提升军人的尊严，是伊上界重要的责任。伊强调，守护国家安全是规年烫天无咧休假的。提起伫咧春节假期爱值班的同仁，一定爱拨时间打电话，甲厝内底的人讲一声新年快乐。记者阿敏进电水王兴忠，新竹通讯报道。昨是空军甲陆军举办春节加强战备的操演，早起海军嘛伫咧高雄演练。大声是操演讲有一台巴士去互恐怖分子压去，海军陆战队的特勤中队则冲阵救出人质。刷落去，佫安排讲国家重要雷达站去互敌人的间谍占领，特勤中队嘛出手解决，真正表现出即时应变的战斗力，佫有保护国家的决心。模拟恐怖分子劫持巴士，海军陆战队特勤中队接到命令，随出任务要救人质。开车直接甲巴士动落来，特勤中队甲恐怖分子对峙，在狙击手暗号之下，队员随拍破车的窗仔门进行攻坚。顺利甲人质救出来，搁再甲恐拍着伤的歹徒送去病院。特勤中队完成特种作战任务。主要的任务除了反劫持、反劫机，以及平常我们负责我们的反恐以及我们的反突击等任务。模拟敌军特种人员渗透占领着高雄重要的秀山雷达站，破坏着通讯设备。海陆特勤中队接到消息，随进行攻坚破门救人，随后协助恢复雷达站重要的预警功能。共军的舰艇经过台海中线以西的时候，像是辽宁舰或山东舰，所以我们的雷达站都侦测得到。我们包含南部还有外岛雷达站均可以掌握，有效的掌握。连续拍到目标，海陆特勤中队进行实弹射击演训，不管是用手枪，还是冲锋枪，甚至是散弹枪，拢会使精准的拍到敌人。在去年过年之前，三军拢进行着加强战备操演，落实战争伫倒位拍，部队就伫倒位来完成，互民众会使安心过一个好年。记者欧阳陈信良高雄报道。国家唔但有国防，外交嘛真要紧。欧洲联盟的议会昨表决通过共同外交甲安全，阁有防卫这2项政策执行报告的决议案，其中嘛有列出支持咱台湾的条文。咱国的外交部唔但表示感谢，阁讲会和欧盟加强合作。蔡英文总统顶日讲咱的国家合作中华民国台湾，但嘛有学者伫咧质问讲，这敢是就是要改国号咧？总统府这边答出来讲，咱伫咧国际上9年来，本地就拢有咧用这款称呼称呼咱家己的国家了。2020大选结束，欧洲议会15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欧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阁有共同安全甲防御政策2项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案，其中纳入挺台条文，重新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而且阁头一遍提出对专制政权透过假信息阁有网络攻击，干扰大选迫害民主的烦恼。我们表达我们由衷的感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欧洲的国家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我们会深化彼此的一个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以及一同来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跟繁荣。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凯勒在发言的时阵讲到，台湾大选互欧洲看到华人社会会当有民主选举，恭喜台湾。伫各国拢来恭喜的时阵，蔡总统伫第一时间接受国际媒体 BBC 专访，表示阮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讲家己是中华民国台湾。
但是却互人质疑，引发改变现状的记录。不过学者认为这是搬移形式，毕竟宪法的正式公名是中华民国。我按照宪法来的话，那么我就是中华民国没有这中华民国台湾，它不是一个国号。你要改国号的时候，你要按照修宪，但是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你要考虑到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困扰啦。赵春山表示，中华民国台湾伫无正式的场合会当讲，但是除非修宪，无对外讲明无应该改变。强调领导人唔通造成国家的认同小人参。总统府回应，国际上用中华民国台湾早就已经有一段时间啊。同时提出前总统马英九的相片证明，希望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甲挑工小人参的指控，会当唔通伤超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外交，台北市高文铁市长即抓去欧洲中部的捷克一国，和首都布拉格签姊妹仔市。伊嘛甲布拉格的市长赞声，讲城市自由交流，这是全世界通行的价值观。不过伊讲到因台湾民众党立法委员的当选人蔡碧如，伫咧学了黄国昌立委，佮望伊来做民众党的副主席之战。高文铁嘛讲，总是黄委员，还佮伫咧时代力量迄党，唔通伤过讲话甲人食豆腐。当地欧洲出访的台北市长郭木特拜会捷克优待小组，因为布拉格市长贺吉普无顾到北京的强硬态度反对，伊甲台北市签署姊妹市。对此，郭木特认为贺吉普对台湾友善，无介意互压迫，甲各国城市自由交流，嘛无介意互限制，这是普世价值。不过，伊带领的民众党第一届立国会新科立委蔡碧如讲，希望黄国昌会当来做民众党的副主席。这个想法，互郭木特回应讲，卖伤共消费。可以讨论看看的，不过这个人家还在时代力量，有时候不要太过度消遣的消费人家。现在是黄国昌、李彦秀，还有新竹市长林志坚都被点名，市长怎么看这些人选？谁会是接班人？这还早吧，这还有2年半以上，也许在这段时间，反正到时候民意会决定嘛。我倒觉得这样的，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开始准备嘛。想要做第一大党的民众党，唔那是国会，各管区报奖嘛受到外界的期待。只是立法院新会期还未开始，蔡碧如已经开始咧找人才。有关木特的提醒，蔡碧如在去受访的时阵，加加保守。这是黄国昌的能量来。对，真的不要再消费人家了，我们就应该要就是一样嘛。所以今天来学习上课。专业展现出来，我想对柯主席来讲就是最大的帮助。为了新会期做准备，蔡碧如一透早到立法院上课来熟悉环境。因为民进党资深立委郭建明捌讲，立法院爱专业，唔是白目。新会期对民众党和立法院来讲，拢是一项新的挑战。记者郭在九龙上台北报道。咱来讲促进转型正义的委员会公布1980年2月28日迄天林家血案机密的资料。伫咧国家安全局保管的档案内底，会当看到讲，当时国民党政府往去讲是杀人凶手，迄个澳洲的学者家仆、胡秋的家仆，根本就不在场的证明。11当前，家仆教授嘛捌写文章要表明家己的清白，到去年伊含冤别逝，嘛也无再条看到这项机密的资料。发生伫1980年2月28日的林家血案，经过近40年的时间，却犹原无破案。消专会自2018年开始重启调查。15号公布上新的发现，伫国安局无公开保管的机密档案中，内底有当时被高度怀疑是凶嫌的澳洲学者家仆的不在场证明。不过，这个线索无公开，历时2年来的重启调查，拢也伫咧调查家仆的嫌疑。他还跨海投书，去说有这么多监听的电话记录，怎么就没有当年他打给双胞胎的那一通？那我们最近终于在国安局的档案里面发现，确实如他所述有这个东西，只是说很遗憾，因为家博教授在去年年底过世。解密档案中，家仆伫凶杀案的同时，正咧甲林家双生仔姊妹仔讲电话，甚至也阁有当时通话时间，有无在场的证明。不过，即寡当年的监听记录甲专案人员的工作记录，伫档案继续列为机密的情况之下，拢无公开保存到即马。消专会目前正甲国安局协调，希望会当量早开放档案。未来我们的调查报告公布的时候，能不能直接援引？能不能直接把档案的这个影像
公诸给社会来佐证我们的发现。这个其实，在国安局目前做这样子的限制应用的这个情况底下，都还有疑义。这个关键的档案被国安局认为有影响国家的安全顾虑。至少要到血案发生50年了后，也就是2030年，才会当提供给外界看。家仆教授未赴看到有官方记录会当佐证当时家己的讲法，就过身啊。校长会希望今年第8时阵会当做出推论报告，量早还原历史真相。记者综合报道。确实，人权、民主甲自由，拢毋是按天顶落落来。中国近来又搁大批咧掠遐争取人权的人士。去年12月13，一个律师名叫丁家喜，伊和规定幼稚点伫咧厦门汇集讨论时局，刷去互中国认定讲，这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将丁家喜一家人拢总掠起来。警方阁讲，迄内底一个捌做过大学讲师的张忠顺，厝内有藏245粒枪支。毋过张教授伊的查某囝，即时就伫咧网络表明讲，这根本就是咧枉屈因老爸。警方不告知基本案情，也不能明确告知家喜是涉嫌什么罪名被抓。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家后罗胜春面色沉重，透过推特所翕的影片，说明家己的翁婿丁家喜伫2019年底被失踪，受到当局逮捕。因过警方第一时间却讲袂清楚到底是犯什么罪，一直到7月顶礼拜5才被通知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不知道怎么编造罪名，就把人先抓起来；不知道怎么编造案情，便不让律师会见，滥施酷刑、刑讯逼供、强加罪名。丁家喜今年52岁，是中国热心公民运动的律师，捌因为参与新公民运动坐到3年半。2019年12月13，伊甲一群违反人士伫厦门聚会讨论时事政局。想不到中国当局成立1213专案，26号伫每一个省份点回大掠人。2月26号，他刚刚又坐牢了，仅仅是因为20多个人在厦门大家聚会一下，讨论一下公民的一些想法。靠害文件陆续流出，其中前山东现代大学讲师张忠顺的查某囝伫推特发文，爸爸被警方陷害，讲伫厝内底超出245粒枪支。目前丁家喜、张忠顺等人拢被定调颠覆国家政权，受到指定起诉监视机制。为字面上来看，亲像被软禁。也毋过海外民运人士拢知影，这秘书被秘密关押伫乌港衙。这听起来好像是监视居住，其实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可怕的单独关押。为了唤起国际关注，丁家喜的朋友柯志勇也家己拍影片，告外界讲掠人的进展，并且指出2015年中国发生的709大掠人事件，被指定起诉监视机制的律师、违反人士，拢经过酷刑逼考警。外界拢烦恼厦门聚会将会是709案的翻版。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先来讲国立中华师范大学国文系系主任，去互科技部发觉讲，去年和大前年拢有指导家己的后生甲查某囝写学位毕业的论文，尤其内容佫有嫌疑是抄伊家己过去研究的资料。但科技部嘛认定伊是违背学术伦理，佫要甲伊的后生查某囝讨回进前的补助款。大学生申请科技部大专学生研究计划人数逐年拢伫增加，毋过科技部发现，中华师范大学国文系系主任苏慧松分别伫咧2017年甲2019年担任家己囝儿的指导老师，而且内容甲苏慧松发表过的论文有相共的所在，认为讲已经违反学术伦理。毋过上诉代表示，迄当阵申请补助的研究计划并无违反规定的部分。去年的，就是2008年的12月26号以前呢，在指导教授的部分其实是没有规定说3等性之内不能指导啦，是在去年的12月26号的修正案之后才有增列这个规定哦。那因为大专生科技部计划它本来是属于这个学生申请的计划，没有涉及到这个学位的授予哦，所以本来这个规定没有相关这么严格。校方嘛解说，学生敢若是无适当引用出处，并毋是抄因妈妈的论文。毋过其他学生认为讲，亲人担任指导教授可能有争议，对其他人嘛无公平，原本就应该爱的也回避。会对其他学生不太公平，因为可能也有其他学生想要申请，
那这个老师帮他自己的小孩去申请的话，可能会造成其他学生的权益受损。这样的父母可能就会有一些管道去跟一些上层的机关要一些可能一些资讯啊，或者是一些有奖金的制度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直接拿这样的48000块的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公平啊。虽然中书代已经解说，不过科技部也是认定苏慧松2017年指导学生的计划是涉嫌抄袭，已经把48000块的计划补助讨回来。若是苏慧松指导查囝的案件是认定讲无违反规定，未讨得回来。涉及抄袭啦，就是抄袭他那个就是他指导老师嘛，就是他的母亲的部分的那个研究的成果啦，那没有适当的引注，所以就违反了我们学伦的一些相关的规定。科技部表示，新的修正规定，学生甲指导老师之间袂当有配偶，或者是3点亲以内血亲甲姻亲的关系，是因为这个案件的关系，才来检讨修正，未来嘛会严格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台湾话俗语内底嘛真侪咧，劝人讲唔通投机取巧。当然啦，即句投机取巧，那投机这两字吼，因两项解说。第一就是国情头拄我讲的班级行事，这也做投机取巧。第二，哇，唔是讲你做人真投机呢，是咱两个真投机，就是讲吼，咱两个靠大甲少年啦。啊啥叫做投机取巧？俗语话有一句讲家己抬趁北来，家己咧做头家，家己的囡仔带入来做董事长的秘书，做董事长的助理。啊，你若是股票上市的公司，这就受人议论啊！因为是正人摕钱买你的股票哦，你敢通任用私人？还是讲你真正是处人真正有这个才情，才甲伊拖来身躯边？讲起来，这标准真歹认定啦。啊，总是即句家己抬趁北来，本地永早是咧讲抬精神啊，家己抬北来咱真趁的，都毋免分人。毋过讲较紧，就是变做讲一款投机，一款占人便宜的行为，好康的拢恁家己得就对啊啦。啊，实在讲吼，投机的代志，做即个暗部，做即个讲会亏心的代志，有当时啊毋通做较好啦。因为耳目睭睭，拢会乾坤。一时间你听好满人的耳目，一世人有当时啊天地国法拢难饶下。毋则一句俗语话，人讲鸭卵较捌后芳，即句。深咧听，国情原来想拢无。鸭卵，嘛有人讲鸡卵，摕起来看都无芳咧，哪会讲鸭卵较捌就有芳？算毋知你认真甲想一个真。若无芳，迄鸭囝、迄鸡卵，免哪有才调问出来？毋则讲农业时代，人咧想即个俗语话，确实有伊的真理呢。鸭卵较捌就有芳，引用到即当中，有真侪囡仔，伊也真正毋捌看过讲看过讲鸡安怎孵出来。啊，毋过俗语话本身的意思以外，嘛是咧表露讲，毋通做迄个亏心的代志啦，因为无才调满人的过啦。国情啊，捌谈遮解文说字，甲朋友开讲过。古早人敢无咧讲上无嘛4个人会知，天知地知，你知甲我知。一时间闪会过，到尾啊，嘛是爱面对国法，嘛是爱面对政府的规定。你讲敢毋是？鸭卵较捌就有芳。鸡卵鸭卵才稳会出来，鸭卵较捌就有芳，代志无才调暗判。毋则一句俗语，你讲做见真人莫说假话。若真正讲面对面咧讲，你用暗砍的，想迄个话要来暗糊的，迄拢袂久长啦。你着爱真正讲出事实。若安尼嘛才有才调讲，像国政啊定咧讲的，咱莫去占人，莫去偷人，咱着一世人困会去。你讲看有影无？讲来到遮，共款佫倒来讲教育的问题。去年高雄市有280个申请要点出来家己自学，无要去学校上课的学生囡仔，个人的资料竟然互高雄市的教育局牵伫咧网络顶头头尾10个月。有家长发觉了后，资料才揪落来。早起这家长嘛含人本教育基金会出面批评教育局，代志发生到呾，竟然全然拢无补救的拍算。家长提出去年10月伫网络上搜找家己囡仔名字的画面，内容竟然有一份高雄市申请自学的名单，280个国小的学生名、身份证号码、涉及的学校拢总有，而且对108年正月就放伫网络。家长部办反映以后，教育局敢若摕掉文件，但到即马无依各自法通知每一名家长注意风险。
我希望教育局给予这些280位的学生一个正式的韩文，来保障他们。这些资料外泄了，那谁来保障他们？原本基金会嘛对早到这个月15号听问，有案有10几名家长唔知影，教育局唔家己通知家长，嘛无互所有的住校团体清楚代替通知。教育局说档案已经下册，好，所以已经不会被看到了。可是呢，教育局没有指示他们要通知家长，好，所以呢，他们也不知道要去通知家长。个别去请那个机构帮我们转知家长。那后续我们会针对我们通知家长方式去做后续的改进。教育局同意检讨行政措施，嘛答应会改善补救。不过律师发现，各自法敢若犯非公务机关属漏，公务机关犯法却无法。公务员的惩处跟行政处罚是两回事，区别公务机关与非公务机关予以处罚与不处罚是没有法律上合理并且正当的理由。律师呼吁立法院修改个资法，增加处罚。原本嘛表示，被害人就算无财产上的损失，嘛会使请求赔偿。记者王家川、高建准报道。无合法的工课真正是袂久长啦。咱过来讲目前工厂管理辅导法，会伫咧今年6月初日隆重段落。经济部长嘛公告讲，特别工厂登记的规定，今年3月20日就会正式生效。按起来，全台湾目前有45000多间起伫咧农地顶头这款无申请的工厂，这拢着要伫咧2冬后2022年3月19日之前来申請特別登記，納入管理。立法院去年6月份3讀通過《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修正條文，針對農地即馬已經有嘅低污染嘅無登記工廠，鎖定2年內申請立管。相關做法，經濟部昨報公告，全台45000間農地工廠正式立管，特別工廠登記申請。會在2020年3月20日自發生效，開始算2年的申請期間，也就是講2022年3月19日之前，需要完成特定申請的規定。按過2016年5月20日後成立的無登記工廠，攏不准合法，隨報隨聽。就是規定說實施之後的2年內，他一定要來這個列管。那如果沒列管的話，他就是連未來他想要來申請轉換，他都沒有資格了。另外，港府法相關做法針對唔是低污染不得轉正事件，網為原本認定36項，增加到52項，新增加鏈啊、強化玻璃、有辦紅毛圖、間物用電子供電。另外，這擺針對制定規定冇嚴格規定，包括脫脂生產電動或者是陽極處理制定者，嘛不得合法。按個權衡表示，污染的標準認定是經濟部，反倒會對業者放行，未嚴格執行。像上一次的工廠管理輔導法33條、34條的混凝土啊，然後鑄造業啊這些，然後就直接通通再把它從所謂的中高污染變成說，哦，它都沒有污染。低污染，經濟部門會不會又再一次的大放水？我覺得這件事情才是民間團體後續要持續的關注跟在意的事。另外，港府法毛病定無適合設立工廠區域，包括農產業軍事地區、特定水土保持區、河川區域、高級保存區、溫泉水頭，攏總28區域，未當立管轉正。業者申請特定嘅時，需要證實唔是佇個無適合設立區域，才能申請立管。記者綜合報道。年節要到了，台北市政府嘛已經針對百貨公司大賣場進行公共安全的檢查。45位的場所有4位攏違反建築法的規定，包含講防火的鐵門無在條正常捲起放落來，還有安全的樓梯間攏頂雜物，這攏罰金12萬。另外，台北市的消保官嘛提醒講，近來有一寡業者一直向學生啦、少年家啦推銷講無信用卡嘛會當分期，這款的工課是真容易產生消費的糾紛。台北市信義區的百貨公司特別布置要迎接特別教會年節，為着要確保民眾過年到百貨公司、大賣場甲餐廳消費的安全，北市府針對45個場所進行公安檢查。結果，貴婦百貨維拉米塔互查到安全的樓梯間放冰箱，影響道生。你看，它放一個大的冰箱，這個造成這個防火門沒辦法開往外開，你看，它只能夠開到一半左右而已。另外，太平洋崇光百貨敦化分公司嘛出現道生推堆物件，家樂福內湖店甲美麗新廣場是因為防火鐵門無法度順利成功。
总共4间防罚12班，嘛已经完成改善。年节消费节，法务局发布消费警讯，呼吁少年族群小心用无卡分期买高价商品的风险。主打说年轻族群，即使你没有信用卡也可以用分期的方式这个先享受后付款。万一没有办法按期缴款的时候，会遭受到金融公司催缴的这些困扰。法务局指出，正受到学生欢迎的6分期网站，所谓 iPhone 11 Pro Max 手机啊，要56000块。比苹果直营店的45000多元，这种消费模式手续费悬，提早申请嘛无减免，甚至部分交易爱消费者签本票，才会发生消费证据。记者林文5家报台北报道。咱我来讲，花莲有一个民众赛车经过秀林乡，结果路边撞2只黄牛出来，其中较细只迄只，佫对轿车的车头撞落去。车主甲警方报案，饲牛的主人家来到位说讲。你家己赛车去拦牛唔讲，警方呼吁饲牛、饲羊、饲马，这些民众若放牛出来食草、放马出来食草的时阵，都要看好，若无是真正会当依法开罚。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2只黄牛，一只大只，一只细只，唔知啥物原因，雄雄对倒边的残忍冲去车路，正边的细只牛直接撞到车，车头隐隐挂甲正边的叶仔帮派去猫落。他冲得太快了，然后我刹车不及。然后就停下来，牛就直接冲到我这里。这站牛撞车的事件是发生伫14，优先是驶家己的车经过花莲秀林乡大高线边的乡道，雄雄互牛撞到。甲警方报案了后，主人说讲是驾驶驶上弯路边才会惊到牛，甲责任杀甲离一离。你车子如果好好的开，这个事情是他搞出来的啦。他的车子跑到这个白线的外面，你这边不开，你怎么可能？因为双方无法度和解，驾驶的查某囝真生气，甲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打去社群网站，要求大家做公审。警方敢会当受理报案，嘛呼吁饲牛、羊马等放牧的民众应该要顾好好势，若无会当依法开罚。警方可以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84条，输送或牵系禽畜、宠物在道路奔走，妨碍交通，可处所有人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的罚款。弄到车的细只牛发生车祸的当时，捌昏去，驾驶真烦恼，伊的死去心内真自责。但是今仔日早起登去现场，发现细只牛无代志，才放心。主人无愿意赔，只好交予法院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中华的公路，只有一搭关原加油站，这是全台湾海拔上介悬的加油站。休困5个月，落去整理，等下佫会当开门做生意咯。另外，过路的人客上界期待加油站咧卖高山云顶的肉粽，当嘛请甲胖控讲，又佫食会到咯。为电哥提出小复活肉粽，伫海拔2374公尺关关加油站，地点真远，温度又佫低，一粒肉粽都变旅客上温暖的安慰。因为在高山上面能吃到热的东西是很幸福的事情。关关加油站伫台北线中华公路是往来合欢山其中一条热门的路线，因为附近差不多拢无店家。7年前伫员工的建议之下，开始卖肉粽，想袂到受到游客欢迎，个不少人都是专工来食肉粽的。然后每一粒米好像都有吃到那个肉汁的香。那天气很冷，然后吃这个，10度，好温暖。食了乌鲁街的特质，一粒35块肉粽，有包肉，佮有香菇，用素食米代替糯米，大港平均会当卖100到120粒，比一港平均到50车次来加油搁较济。正常完成的关关加油站，也要继续做游客上好的伫半路中休困的所在。经过很多风雨无阻，这样子好不容易把32年从未整修过的关原加油站重新整修成新容貌。然后也是为了要给游客更多的、更好的服务品质。32年的老加油站外观变甲真新，无变的是香港的肉粽会继续卖落去，互旅客食好饱，嘛温暖因的心。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就要请所有这猫仔拢知，爱猫仔的这观众朋友真足听。咱饲的猫仔若去治疗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的白膜炎，毋若讲诊断困难，目前也真缺欠有效的治疗甲预防的方法。中央研究院生化所和台湾大学合作，已经发现出这款冠状病毒，搁较幼路的分支结构，搁有致病过程。
未来针对预防性的开发甲研究，拢真有帮助。巴肚长着食袂到，治着传染性腹膜炎的猫仔是无药通医，伫咧欧洲会直接安乐死。最近30年以来，兽医界也是无医法，因为伊会产生抗体，而且抗体却无法度来对付病毒，颠倒会帮助病毒入去细胞内底，根本就没有办法分离这个病毒。为什么？因为它的细胞接受体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它到底，我们只在电血下看到就是冠状病毒的样子。想要了解病毒，也是一直受到限制。张慧文甲中研医生化所气象队的团队来合作，用电子焊镜甲质谱学鉴定糖分子的结果了后，发现病毒七种两倍表面去互糖砍掉咧，就那像是买菜的糖衣共款。有点像是病毒呢，它不要暴露它自己全部的地方，它只保留最重要的那一块暴露出来去认识宿主，其他地方它就用这个糖包覆住，这样子降低自己被这个免疫系统辨识而清除的这个问题。对了解病毒七种两倍有效的结果，发现病毒是安怎甲假体细胞来结合。研究团体指出，会当用伫咧各种冠状病毒甲流行病学。虽然离疫苗研发也阁真久，毋过互未来治疗方式有一个新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伫咧日本时代一栋帝国制糖厂，荒要将近30年了后，但已经开始重新修建，完工好势咯。这栋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未来会当互台中的产业做主题展览，嘛有食食甲单位，望讲老建筑会当继续陪咱行过新时代。台中市东区的历史建筑帝国制糖厂，伫咧放远特别30年了后，经过3任市长的拍拼，重新开放予民众参观。这个制糖厂呢，过去在台中的产业史上，在我们的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整修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帝国制糖厂是1935年起的，原本是日治时期帝国制糖都市会社的台中营业所，二战了后台糖接手。1990年因为产业重心转移停厂，20几年来变做蠓仔馆，无人咧行搭，所以台中市府就透过都市计划，除了修复历史建筑、调整土地使用，嘛用帝国制糖厂这个名，把历史完整保留落来。另外，糖厂内底阁有规划罢工展览，甲一人手作，透过展览来甲民众了解台中的产业发展。有关职人互动的那个区块，因为现在很多沉溺于在这个手机的画面，所以我们邀请的这些职人，他是亲手做，所以他可以在现场跟参观者产生一个互动。即卖帝国制糖厂，唔单单是历史建筑，展览内底糖米、工具机械等等，互民众亲身看到台中产业的过去，嘛透过现场手作亲身去体验，望互来参观的人有独一无二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云林斗六市云中街遮，嘛有一处日本时代插新甲造的古早厝，早当时是警察的宿舍，但已经连回化新，变作文化创意的园区。近来阁新开一间册店，名叫云梦制作所。来到园区佚佗的民众会当坐伫咧册店内榻榻米读书，阁兼欣赏用曲盘播出来音乐声，艺术的感动嘛加倍。坐喺榻榻米顶面，听到曲盘，看到册。来到斗六云中街快闪册店云梦制作所，虽然只有小小一间，但这间快闪册店是过去警察宿舍改造的。这处以复古曲盘为主题，要请游客行入云中街。蛮惬意的，有一点日本的那种感觉，很轻松自在。特别是下午时光来的时候，我记得附近好像还有一些甜点或咖啡可以喝，就可以享受一下你的T台时光。云中街文化古老日式的木造建筑群，落成在西元1937年，过去是警察宿舍，但后来荒废。这几年经过整修，佮加入文创团队的营运，无定期的在这举办义文活动。这届快闪册店的进驻到2月9号。希望可以主打一个比较复古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是以黑胶音乐作为我们这次的那个快闪店的主轴。对，那也刚好在1月29号，刚好就是我们云林的地方情人邓丽君她的一个纪念日，所以我们也会在过年的初3到初5，就是在云中街办这个相关系列主题的活动。文创团队表示，来到这唔有曲盘会当来听，册店嘛收集真侪云林相关主题的册会当来看。所来春节期间，卖举办曲盘音乐会，要邀请民众做伙行入斗六云中街，来享受浓浓的怀旧风情。记者为你报道。讲到读册，这阵仔拄当是大细间学校的期末考试。
台南高雄广告设计科2年的表现技法这科目所出的试题，就是爱学生囡仔为来监考的老师，考因临场的反应，考试的结果啥款，这个同学的作品，受老师真赞叹，佮真懊恼哦。桌顶一张古锥画派的素描作品，却全部拢是考试的答案。台南高雄广告设计系2年，这届考试的题目就是利用 Q 版的表现方法，甲监考的老师画出来。我加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那可能就会跟别人的画不一样。每位老师在我心中都有不同的印象嘛，因为有些是那种很凶狠的，有些只是外表凶狠，但是内心是蛮温柔的。画图的时间超时50分钟，而且考试进前，学生都唔知影讲监考老师是啥物人，就是要考学生现场的反应，而且实际作品嘛，互老师感觉真趣味。他们就一直看着我，然后开始笑，那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有一位同学跟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站到前面去？”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叫我看题目，我才知道原来要画监考老师。出题老师强调讲，表现技法是实做的课程，当然嘛，甲一般纸笔考试、国文、英语是无共款的。我觉得考卷不该停留在那个还是是非选择问答，应该可以很多题型可以跟生活还有你的学习做连结。手画实作画一张图上无爱2-3点钟，而且搁爱伫考试时间50分钟以内完成，可能有一点仔严格。毋过就是要互学生结头壳，而且这款的考试题目，嘛互老师笑讲未来监考拢爱说多一个，地当知影讲监考老师，迄当阵一定感受到真侪学生真热情的眼神。记者综合报道。专门咧演奏骑琴的音乐家李铁音老师，伊讲因老爸有一个心愿，就是要甲骑琴的音乐声传去台湾每一角头，所以伊也一直举迄支40公斤重骑琴，一世界巡回义演。这摆伊去到金门，佮邀请一群按花莲去的幼囡仔，用潘福鲁摆达拉落去伴奏，分享对音乐艺术的感情。摆达拉分出来的声音有影真优美，囡仔是拢听甲真入迷。互人叫做是骑琴高人的李德音老师，伫咧台顶演奏这条日治时期的台语流行歌曲《有夜花》，伫咧金门文化局演艺厅内底，大家是拢听了真感动。中型也有小型的维林、甲弗鲁多、骑琴，也有迪拜达拉，和这条流行歌曲有了无同款的生命。李德音老师进行巡回之旅，把这的音乐载到500间学校。最近伊也来到金门，邀请朋友甲花莲县的康乐国小小朋友做伙演奏。这也是李老师完成超过160场的巡回表演。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金门。分享我的书信给所有金门的好朋友，那也受到金门所有的学校的师生呢，他们热烈的欢迎，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李德音老师出世伫咧骑琴世家，为着要延续爸爸想要甲骑琴音乐早起台湾各地头的梦想，伊怎开始规台湾走爬爬，甲这的音乐早起各地头。一个人担要我40公斤重的骑琴，即阵已经行超过150间偏乡的小学仔。伊希望用琴音和更较侪囡仔做朋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将月15发表国情咨文的演讲，宣布改革宪政的计划，内容包含总理甲内阁的同意权，拢会按总统手底刷去交国会。外界拢伫咧猜测讲，普京会推动宪政的改革，就是望要踮公元2024年伊入任了后，还佫有法度继续乐观。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莫斯科发表2020年的国情咨文演说，宣布对1993年早稻无下时代宪法修正案做出重大调整，未来会扩大国会下议院驻外权力，甲未来总理甲内阁成员的领事同意权，由今摆总统转交国会。Предлагаю изменить этот порядок и довери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не просто согласование, а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кандидатуры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 затем по ег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ю, п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普京强调，未来总统到期部遵守国会决定，无权拒绝。另外，对废除总统该当连任2届限制，伊嘛愿意开放讨论。
因为这摆宪改牵涉的层面真大，会交付全面公道。俄罗斯总理麦维德夫伫普丁演说了后，遂提出类各种时，普丁嘛任命俄罗斯任职上久的税务部长米苏斯丁出任总理，甲真侪技术官僚，一直到新政府产生。那麦维德夫才会调任同款由普丁主导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因为普丁的总统任期将要伫2024年任满，这样重大的宪改决定，嘛代表未来有可能伫卸任了后，担任是一个权力核心的杜马议长，甚至是国家最高的咨询机关。普丁伫2009年设立国务院担任委员长，都无暗扛想要继续掌权野心。The goal, I think, is beyond doubt. The goal is for the system to remain stable and for Putin to retain his grip on power and to remain what he has been throughout these 20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ian in the country, the ultimate decision maker, and uncontested, unchallenged leader of no alternative. 普廷的对手，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15发推文批评，普廷是要继续做万年领导人，把国家变作苏联财产。CNN 指出，普廷15号演说已经向全球传达明确消息，就算伫2024年卸任了后，伊也是俄罗斯真正的掌权者。未来俄罗斯会继续伫国际之间对美国等其他强权形成挑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已经表决通过，要将弹劾因的总统川普的条文送去参议院。参议院上届近7天内就会开始审理。不过参议院这边的议员，川普的共和党是多数，川普同款受到弹劾的可能性实在是无介悬。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28, the nays are 193.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and without objection. 美国国会众议院15号通过弹劾总统川普的条文送参议院。川普是美国第3个向弹劾面对参议院审判的总统。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美国总统未当超过法律，那是滥权迈向追究责任。This is abou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mportant for the president to know, and Putin to know, the American voters in America should decide who our president is, not Vladimir Putin in Russia. So today I'm very proud to present the managers who will bring the case, which we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terms of impeaching the president and his removal. 川普向指控乱用权力，要求乌克兰调查可能变总统大选竞争对手民主党前副总统拜登，各妨碍国会调查行动，阻止民主党众议员要求处理证书甲文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指派众议进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伫弹劾审判领导起诉工作。不过对团团政令的问题，麦康诺无让步，暂时表示上紧下礼拜2展开实质审判。这是2020年美国政坛的第一场大戏，审判可能到2月初。不过川普无做机会真大，因为100席的参议院，共和党有53席，民主党有47席。话宪法规定罢免少数2/3，也就是67票，佫差真济。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情况，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17度到22度，中部19度到25度，南部21度到28度，东部21度到26度，金马平湖14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